你猜一个脑筋急转弯呗。啊？你猜一个脑筋急转弯，是怎么刷着牙还能唱着歌的？那个人，那老头。那我没法唱过去。啊？一个老头刷着牙还能唱着歌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呢？咋回事？是咋回事啊？刷牙唱歌那谁知道咋回事？那你现在唱一个来。我刷这牙是能唱的。啊，是啊，那你唱吧。你看，你要把牙飘出去咬谁呀？夜半三更油，这不就是吗？那你说他为啥可以刷着牙唱歌啊？说这意思就刷这个牙，刷假牙。哎呀妈，你唱歌呀，夜半三更油，这谁家牙飘出来了？脑瓜听好像对，对吧？你不知道的是，你要把牙飘出去咬谁呢？大半夜吓不吓人？夜半三更油，盼天明。